学幼苗了，怕那个土很快就干掉哈，所以要把它放在那个容器里面，放在那个盛水的容器里面。因为天气太热了，很快水就干掉了，所以要大概是水泡浸泡过漫过那个瓶嘴那边。OK， 常常下雨的时候就不必这么麻烦，或者干旱了少下雨的时候就要这样做，或者是大塑胶桶装水，让它慢慢的把水流出来。我不捡走，怕被人家那个说资源回收的人拿去卖。哦，你看它这么热哦，中午这么热哦，12点多，还在那边管理那个农园啊，整理农作物，然后好用心栽培照顾。你看，有永泰康有机农场，市民农园。天气太热要用那个太阳眼镜，浇水。黄彩虹还要用这么多竹子，你看，这本来有那个南瓜，那个彩虹哦，太阳雨水太多了，把根呢浸泡烂掉了。这个学问要研究，可能就是要像这样一个容器垫高，然后可以提供水分，然后上面有土，然后再来是农作物或者是水果作物，像人家那个土笼就是很高的，旁边是水沟，这样就水比较不会浸泡，把那个农作物给泡死。那中间农亩比较高一点，两边要挖深的沟。